金澤市位於日本石川縣，該社區因為保留江戶時代真深的文化藝術，擁有真濟知名的觀光景點。連加台灣、台南，則因為八田雨衣來結緣，對2011年開始就活動連結。該訪問團選定8號出席八田雨衣的追思會進前，雙方的市長第7號正式簽署觀光文化交流促進協議書，和金澤市成為台南市第63個國際知名社區。這個交往不是為了簽而簽，這個交往是為了實際的交流而簽。所以未來不僅是台南的民眾跟金澤的民眾彼此有更多的情誼、更多的互動、更多的互訪，甚至將來這份情誼也希望能夠延續到從上一代的八田雨衣技師，一直到這一代的我們，一直到下一代的兩市的市民，都能有更深的友誼。台南甲金澤因為八田雨衣技術來結緣，長期以來持續交流。隨着協議書的簽署，兩市關係將展開新的里程。嘛期待未來佇政府甲民間的共同合作，促進雙方佇觀光、文化等各領域的交流、互助等等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